其实我刚来北京那会儿啊，就一门心思想当编剧。我甚至还下过决心，在没有成为真正的编剧之前，是不会考虑个人情感问题的。可我发现，咱们，周周，徐胜利，把我丢了都不知道。怎么还反悔啊？你刚刚都听见了吗？听见什么？就那什么呀？哪个什么啊？你做我女朋友吧。你是要想这么久吗？